你到底跟我朋友说什么了？啊？什么都没说，你赶紧放开我！你是不是跟他们说我是 gay， 让他们疏远我？是不是？我没有，从来没这么说过。我就是说你对女人不感兴趣。哎呦，我什么时候对女人不感兴趣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嫉妒那些女人，你不想让我走，是不是？顾厅长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哎，你放开我！我怎么可能嫉妒那些女人呢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我所有的朋友都在疏远我，都因为我是 gay， 这都是拜你所赐。这事儿你也不能全都怪我呀，连你朋友都说了，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你对哪个女人动心过。你以为我顾西城是谁啊？我是动物吗？我怎么可能跟别人随随便便上床？我是有原则的。我不管，反正那么多大美女都不动心，你肯定有问题。哎，你放开我！你要再碰我，我就喊人了。你是我老婆，喊破天都没人管你。我错了，我跟你道歉。现在已经满了。你不是说你要找真爱吗？我不管了，我就要证明给你看我是不是男人。顾厅长，你要是男人的话，就不要再问我了，我也不想跟坏人在一起。你好啊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装什么装？哎，美女，这儿还有帅哥。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搞什么？你对美女不感兴趣吗？哼，你要喜欢，你带回家呀。啊，拜托，人家喜欢的不是我，是你好吗？司徒，我顾西城可不是什么女孩都喜欢。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是对小嫂子真的动心了吧？我只是觉得她没那么讨厌吧。哟，这话说的那是100%动心了。哎，你说她会不会喜欢上我啊？完了！一旦男人问到这个问题，就像彻底沦陷了。他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拜托，你这个傻瓜，是女人都会喜欢你的。只要你肯哄他们，他们一定会对你俯首帖耳、俯首称臣、唯命是从。啊，真的？真的 ，Trust me， 我看好你。有道理。贺解析，你只不过是比我运气好罢了。只要让我接触到顾西城，最后胜利的一定是我。医生，我不是应该可以出院了吗？怎么还要等？贺小姐，如果你现在出院的话，你会造成脸部的2次过敏，我们也是对你负责，暂时不能出院。那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放心吧，最晚不会超过1个月的时间。还要1个月？医生，能不能快一点？我们尽力吧。好了，好好休息啊，我走了。1个月，还要1个月。苏妍希，你别给我出什么岔才好。为他绅士的开门。美国心理学家戴安娜表示，女人绝对有能力自己开门。
老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您该休息了。是啊，是该早点休息了。您可得好好注意保养身体啊！现在少爷和少夫人的感情越来越好了，说不定啊，能很快就能抱上曾孙子了。是啊，这些都是景熙的功劳。这个孙媳妇儿啊，算是选对了。我得想想看，该给他点什么奖励才好呢。锦溪，哎，你回来啦？走，跟我去个地方。走啊！你喜欢什么随便拿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品牌所有的店都被我们集团收购了，所以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。你就是要这家店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哎，贺锦熙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这些不都是你们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吗？我送给你，你还不要？顾西城，你太搞笑了。这女的是谁啊？不知道。贺锦熙，听说顾少爷已经结婚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女的。哎呀，管他是不是呢，反正顾少爷都说了要把整家店都送给他，还说了店里的东西随便他挑呢，可真是大手笔啊。是。贺锦熙，你真不识好歹，等着吧，顾西城早晚是我的。顾少怎么不来啊？人家没有时间啦。顾少现在跟我们在一起玩的次数是越来越少。他现在就是天天想着怎么去哄老婆，跟我们不一样的好吗？我还没见过他这个样子。贺锦熙，你站住！贺锦熙，你站住！你什么意思？顾西城，应该是我问你，你什么意思吧？什么我什么意思？我好心送你礼物，你不要还给我甩脸色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送礼物起码要看对方喜欢的是什么东西吧。顾西城，你刚才在干什么？你是在用钱砸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这么说，你不喜欢？我不喜欢，我特别不喜欢。哎，你们女人不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吗？啊！这是谁告诉你女人都喜欢这些东西的？以前所有的女人都让我给她们买包买礼物，你们女人不就这点爱好吗？但是她们不是我。好，
那是我错了，行吧？我现在知道你是好意了，是我反应太激烈了，对不起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我送给你。你真的想送给我礼物？那你送我1天时间吧，日期你来选，但是那天做什么要由我来安排，怎么样？好，一言为定。骗人的是小狗。小狗骗人。进来。常总。这是顾总让我交给您的。常总。您还好吧？哦，我没事。这公司刚完成收购，抽走了集团一大部分的流动资金，我怕对集团以后的运营会产生影响，所以头有点疼。你说这顾总也真是的，说收购就收购，让大家一点准备都没有。就因为这件事儿啊，所有人都弄得手忙脚乱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人家看完以后通知你来取。贺锦熙，哎，看看这些够吗？你这是干嘛呀？我看你挑来挑去那么麻烦，超市里的东西不都一样吗？我全买了还不行吗？你这是在扫货架好不好？你选的这些东西用不到的。这不都一样吗？说好今天都听我的，现在就想反悔了是不是？行，听你的，你说了算。好了，那我这边东西选的差不多了，我要去图书区看一下。哎，那这些东西呢？放回原处啊。我放啊？不然呢？不是。老方啊，今天他们小两口都不在家，让露露呢随便弄点什么东西就行了，别弄复杂了。啊，是，老夫人，最近少爷跟少夫人的关系越来越好了，少爷都不怎么出去玩了。是啊，还是得找时间带着锦溪出去玩玩。他是比以前啊懂事多了。照这么看来呀，不久就会传出喜讯了。让他们多多培养感情吧。哦，你带我就几个人，我想打打牌了。好嘞。哎，好，哎，好。姐姐这段时间有事情，想没想我啊？那要不要吃好吃的？你还想吃什么？王经理，啊，这是公司前几天新招聘的人员名单，麻烦您给顾总看一下。顾总现在不在，回头我就交给他。啊，好，麻烦了。您客气了，王经理慢走啊。
没见过你吗？小苏。啊，我也是第一次来，但是今天陪她来之后，还让我挺意外的。小苏是个好女孩，她上学的时候就到我们这儿来帮忙了，给我们小朋友买吃的、买学习用品，我们大家都喜欢她。哎，不过好一阵子没过来了，哦，原来她是去谈恋爱了。她前一段时间比较忙，但是从今天之后，我都会陪她来的。那就好，那我们的小朋友一定很高兴。哎，你看，他和小朋友玩得多开心啊，小苏。小伙子啊，小苏是好女孩啊，你可得好好把握，要不然那就是你的损失了。院长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你记住了，关于顾西城的一切，你都要向我汇报，尤其是他身边新出现的女人。苏小姐，是我。啊，上次跟您说的人事名单现在已经报上来了，新来的人有王丽叶、胡敏、南宫琉璃。什么？南宫琉璃？对，南宫琉璃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帮我盯着点，有什么情况立刻跟我汇报。这个南宫琉璃还真是阴魂不散。顾西城，你今天总看我干什么？突然发现，你跟其他女人真的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我就是个普通人呢。我问你，为什么院长叫你苏小姐，而不是贺小姐？我最开始来的时候，不太好意思说自己姓什么，就随口说自己姓苏。哦，原来是做好事不留名啊。那你以后去的时候，我陪你去。顾西城，你以后还愿意来啊？对啊。顾西城，敢不敢跟我比赛啊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比赛开始啦！我让你100米。有那么多的人来了又去了，那么多缘分相聚又散掉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，割舍不掉。喂，思源熙，现在顾西城身边有一个女人叫做南宫琉璃，你想办法把她弄走。南宫琉璃？她是谁呀？为什么要把她赶走？她是公司新招的一批新人。可是我又不认识她，我怎么能……锦溪。那个，没什么事的话就，我们改天再联系。啊，拜拜。谁的电话？一个朋友。吃饭了。顾
顾西城，我来了。贺锦熙这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！我能怎么办呀？人家是在公司，我能做什么呢？真是。锦溪，我走了。哎，顾先生。怎么了？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想说，今天晚上我准备自己做点菜，请你和奶奶尝尝。好啊，那我早点回来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拜拜。拜拜。南宫，以后这个就是你的位置。来，大家把手上放下啊！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，南宫琉璃，大家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宫琉璃，今后和大家就是同事了，还请各位多多指教。不错，这次的方案做得不错，看来是用心了。对了，公司缺的人手招到了吗？是的，新招了一批员工，要不要让他们本人过来？您看一下。不用了，招到人就行了。这次的发布会，你们辛苦一下，也顺便看看这一批新人的能力。好的，忙去吧。我去，嘿，哇塞，没谁了。一个赛一个的啊。听说有几个还不错，反正都是人事的事儿，能招到就行。你这叫什么话？不是你下的命令吗？必须要招美女。那是以前，今时不同往日。再说了，美不美，那又能怎样？小嫂子给你吃药了吧？把你弄得那么的清心寡欲啊！哼哼，哎，突然觉得他还挺有意思的。来真啊 ？So what？ 哎呀妈呀，这消息太震撼了！顾西城，今天晚上必须请哥几个吃饭呢，庆祝你找到真爱。Sorry， 今天晚上我没有时间，锦溪亲自做饭，我要回家吃饭。在咱们公司啊，福利都很棒，有很多员工啊都待了好长时间了。王姐、丽姐，这是谁呀？怎么平常没见在我们部门出现过？刚过去那个啊，哎，他和咱们这些普通员工可不太一样，那是顾总裁身边的人，没看人家连正眼都没瞧咱们一眼。他叫陆安安，是总裁的助理，平时跟咱们也没什么交情。哎呀，不就是个助理吗？也不是很漂亮。哎，我说琉璃，你可比她漂亮多了。就是，而且还有能力。经理对你的设计稿还赞不绝口呢。哪有啊，我就是个新人。王姐、丽姐，你们工作经验比较丰富，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。要不这样，晚上我请你们吃饭。好啊。奶奶，哎，您来尝尝这个猪肚汤。我煲了一下午了。哦，如果您要觉得有什么意见的话，就跟我说，我一定改正。好，我尝尝。怎么样？味道真香。是吗？很一般呐。啊，不怎么样啊。锦溪啊，别听他的，这汤的味道比外面馆子店里做的味道香多了。我好久没有喝到这么纯正的猪肚汤了。奶奶你喜欢就好，您要是喜欢呀，我以后经常做给您喝。好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不做给我喝了呗？你刚刚不是说觉得味道一般吗？味道一般就不要喝了。一般，我也得想喝呀。算了，味道一般就不要难为自己啦。来，
吃个鸡爪。我这是猪肚汤，怎么能放鸡爪子呢？觉得味道不好，给你添点调料呗。你吃，我再给你加个虾。啊，你太过分了！哎呀，好喝呢，对吧？啊，讨厌。常副总，你也加班啊？对啊，发布会马上就要召开了，这2天都在加班。你也是在忙这个？啊，我刚来，对很多都不熟悉，希望自己能帮得上忙。别太晚了，这个点儿女孩子一个人走路不安全，早点回去吧。再说了，咱们的顾总可不会因为你加班就给你加班费呀！啊。好的，那您先回去，等我这点忙完，我就回家。怎么办？我应该怎么才能赶走那个南宫琉璃呢？就算是让顾西城每天尽量早点回家，好像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吧。那个南宫琉璃是什么人呢？为什么贺锦熙一定要让我赶走他呢？经理，这次发布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准备的呀？这次发布会圆满成功！太好了！没有白费。咱们啊，这段时间的功夫都没有白费。我们倒还好，倒是南宫这几天一直忙着辛苦加班呢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！南宫工作能力这么强，长得还这么漂亮，这次人事啊可算是慧眼识珠，给咱们找到个这么好的。这次发布会的成功，南宫居功至伟，恭喜恭喜！经理、王姐、李姐，你们都别夸我，这次功劳不是我自己的，是大家的。好了好了，我听常副总说，这次发布会成功之后，他会跟顾总商量商量，咱们全面调薪。哎呦，可算了吧，谁知道顾总怎么想的呀？我听说人事可提过好几次了，从来没成功过。那得，咱们不说这个，今天晚上我请客，你们好好想想，你想吃什么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要吃烧烤。顾总，常副总好。顾总，你看他们的发布会非常成功，下面的员工也都非常辛苦。我了解过，基础人员都很久没有调薪了。你看是不是？常总，我们公司的待遇已经很不错了。据我所知，他们在同类型的公司里应该拿不到这么高的薪水。咱们的劳动强度也是最大的呀。哼，常总，你要知道，一年有365天，52个星期，每个星期休息2天，只剩下261天。你每天有16个小时不在工作，去掉170天，还剩下91天。每天下午茶时间用掉半个小时，去掉23，只剩下68天。你每天午餐用掉1小时，又去掉了46，只剩下22天。公司每年有2天的病假，这样只剩下20天。公司每年还有5天的节假日，最后只剩15天。公司还会慷慨地给每个人每年14天的假期，最后你只工作了1天，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加薪？顾总，
话可不能这样说，我们员工的账不是这样算的。南宫，你是谁呀？公司新进的员工，叫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，怎么这么熟悉？好，你来说说应该怎么算。公司每天8点半上班，我们8点钟就要出门，这段时间应该算我们为公司工作的时间，但并没有人给我们钱。公司每天下午5点半下班，我们最快6点钟到家，这段时间也没有人给我们钱。公司要求上班不能随便穿，要穿衬衫、西装、西裤、皮鞋，这些都要我们自己花钱去支付。工作的时候每天要对着电脑，对眼睛伤害很大。如果出现什么问题，还要我们自己花医药费。为了工作损害自己永久的健康，公司并没有给任何补助。工作强度大，工作时间长，每天腰酸背痛，我们还要自己花钱去按摩、买药膏，公司也没有给补助。公司有什么事情，上面您一句话交代下来，我们就要去完成一份让您满意的企划案。有的时候睡不好觉，甚至做梦都是这些，这个应该算加班吧？为了好好工作，还要搞好员工和客户的关系。有的时候呢，还要买一些小礼品、小纪念品，这些都要我们自己花钱。顾总，您说我们应不应该要求加薪呢？对呀。南宫，怎么跟顾总说话呢？顾总，新来的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裙子不错。是啊。好了好了，好好做正事儿，咱们也别掺和。哎，我说南宫，那可是顾总，这下他肯定生气了。你怎么这么胆大啊？就是啊，南宫胆子也太大了。可怎么？那个南宫琉璃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是我当初的竞争对手。当初的竞争对手？可是我不认识他，我怎么帮你对付他？我才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呢！你既然顶替了我，就要替我把身边的问题都处理好，这是你应该做的。我确实是来顶替你的，可是你没有说我要替你处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，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办法。你一定会有办法的，除非你不想见到你妈。哦，对了，妈妈最近情况挺好的，你别担心了啊。贺锦熙，你这个人讲不讲理的？怎么办呢？南宫琉璃，请收拾你的东西。李经理，南宫也是替咱们着想，你也不说去顾总那说个情，他也是年轻，一时冲动。话太多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！刚才顾总下了调令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是他特别助理了。锦溪啊，过来坐坐吧。奶奶，我一会儿来啊，我再给你削水果。每天早上上班7点半，每天下班还要1个小时，还要经常给客户买小礼物。啊？嘟嘟囔囔的干什么呢你？哦，奶奶，今天公司新来了一个女员工，说了一些我不太喜欢听的话，但是我后来细想了一下，她说的挺有道理的，而且我觉得她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所以我把她提升为我的特别助理。像这样有能力的人呐，是得给他提供更多的机会。咱们公司现在啊，要多多培养人才。我知道。看来真的是来者不善呢，这么快就引起顾西城的注意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干嘛拉我来这里？想到一些以前的事情，不自觉就开到这儿了。琉璃，你现在在盛隆集团工作？对呀，我现在是顾西城的特助。他已经结婚了。我知道啊，结婚是可以离婚的，你不知道啊？你为什么就不能放手呢？我为什么要放手啊？我已经付出这么多了，现在放手，我对得起我自己吗？我再也不想回到过去了。我走了。哦，还有，再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。琉璃，这不好打车，我送你回去。最后一次。来啊，一起玩。哎，西城，我想问一下，公司最近招人吗？公司刚刚招完一批新人，最近没什么招聘计划。怎么了？哦，我就是天天在家里待着，觉得特别的无聊。无聊？你会无聊啊？当然了，我每天在家里待着，也不知道干些什么好。我在想，如果公司招人的话呢，我可以去给你打工啊。按道理说呢，公司刚刚招完一批人，没什么招聘计划。如果你想来的话，我可以给你特殊待遇。真的？当然了，你是总裁夫人，你有这个权利。那我是不是明天就可以上班啊？别着急，你还没跟我说，你都能干什么呀？啊，我好给你安排职位。是这样的，我上大学的时候呢，本专业学的是英语，打工的时候呢，学过设计，所有办公软件全都会用。这么说，你能适应很多岗位了，比如说人事部、市场部、总裁助理啊，秘书。我呢不需要这么好的职位，我就想着呢是打发无聊时间，随便什么工作都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是不是我给你安排什么职位，你都能接受？那当然了，不管顾大少给我安排什么样的职位，我都会努力工作的。好，明天跟我上班去。没问题。只要能够进公司上班，就能够有机会看住顾西城。如果那个南宫琉璃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一定能够及时发现的。你好，我是新来的助理南宫琉璃。您注意脚下。啊，对了，少爷说呀，以后就要跟少夫人一块儿去公司了，说是在公司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。这样也好，要不景熙一个人待在家里也太无聊了啊。去公司呢，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感情会更好一些。啊，是，不知道少爷给少夫人安排了一个是什么职位啊？这个不用你担心，锦溪没什么工作经验，不会给他安排什么重要的职位的。啊，是。但是也不会太差吧？那是，来。该死的顾西城，竟然让我当清洁工！
新来的是吧？对，今天第一天上班。哦，看这样也不像是干清洁的呀。算了，谁让你有门路呢？不过既然来了，就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我们清洁部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，它可是整个公司的后盾呢。因为有了我们，其他人才能在舒适的环境里工作，那工作效率才能大大的提高，是吧？所以啊，我们一定得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我们清洁部一共是18个人，1人负责1层楼，加上你19个。对了，你叫……您管我叫小西就行。小西是吧？那你就去负责一下大厅，大厅和周围的卫生都归你管。那么大？那么大，就你的工作量算最小的了。快去干活吧。好。哎，新来的，用手拖地呀。拖把和扫把。后边。不好意思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做事情毛里毛躁的。